一個聖經講啊，詩篇記90第10節咁樣講到，人喺在世間70歲，強80歲，攏總是個要世間呢，就各樣是個經過嘅，要痛苦，要歡喜，要快樂啊！然後時間一到，有熱情風浪出嚟個乜嘅都冇係表示乜嘅，即刻離開咗世間。嗱，係講嘅時間一到離開咗世間啊！你嘅心準備好嗎？嗱，所以我係傳出一個好消息，即刻攏仲好聽。為了即刻嘅心準，即刻嘅靈係出，也會也個寫下。嗱，耶穌講，我都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係冇通過我，冇能進到天阿爸。嗱，所以即刻係宣言，耶穌係個救主，耶穌係個上帝，即刻要道路、要真理、要生命。和天人機進到天家，幾耐帶自家嘅靈進到天家，自家嘅心準備好，係講自家時間一到，係講自家要耶穌基督做自家嘅救主。嗱，青陽人呢個好消息，全部攏總統自咪聽，自家有機會，自家打開自家嘅口，打開自家嘅心嚟相信個信念，耶穌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。然後自家離開咗世界嚟講，自家嘅心準備正熱天，佢大家進到天家，耶穌係講我靈嘅方面，嗱，上帝祝福，阿門。